再加个双保险。什么是双保险？你笨，你给我拿出去。姐夫，你干嘛？我说爆米花，你信吗？喂，村长，我就是过来闻一下这种药，来补充一下身体营养。你也知道我的家里情况了，天天都吃番薯、豆芽、豆角、白菜，不是过年过节的话，根本上都见不到这种药。就想补充一下自己的营养。拿去吧，我明天再买个。不用了，村长，不用了吧？村长，谢谢村长，村长你人太好了。谢谢，人太好了，人太好了。小姨子，玩啥嘞？操！操！操！哎，小姨子干嘛去啊？喂，你干嘛去啊？你给我滚！你给我滚！今天不弄死你哦！回去！操！回去！回去！有意思吗？啊，无聊不啊？一天呢，能，妈，哎呀妈，带上，带上，带上！哎呀妈，带吓人！你带上吧，咋的真的？哎呀妈，带上！哎呀妈，哎呀我天！哎呀！小帅，还没学好呀？这是拉闸了吗？嗯，这咋啥声啊？这是？不知道啊。不了，有毛病是吧？小姨子，看电视了？干啥呀？看你敢不敢起火？姐夫，我操妈，跟谁俩呢你？没看到我过来呀？让你靠点边，你他妈的不会呀！我告诉你那会儿就，回去。媳妇儿，喝杯咖啡。这不假的吗？你不能玩呢你。今天，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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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看这两个人吃多差不多，快来！啊！天哪！你跪了是不是要疼死我